大家好，我係濤叔叔。咁今次呢，而家會用錄製嘅形式呢，準備抽籤嘅。咁而家呢，開始抽籤。咁抽籤嘅順序呢，由今日嘅上晝，即係比賽當日嘅上晝啦。咁由開始錄製到下晝嘅。咁而家呢，首先上晝先。咁上晝呢就會錄製咗一次，下晝呢就會用下一條片嚟錄製，咁啊令到個 message 冇咁太大啦。咁上晝第一場比賽呢係 3BG 嘅比賽。咁 3BG 呢，因為有12個小朋友參加啦，咁所以呢就分開咗兩組。咁第一組呢有6個小朋友，咁我哋而家首先呢開咗6個版位先。3歲 B 組初賽第一場。3BG 6個，咁就將佢哋帶入去起步板。咁而家呢板位開咗之後呢，咁就做下個 random 嘅動作。3、2、1。OK， 咁呢個呢就係今次個起步板位置。OK， 咁第二場比賽呢係初二嘅。初二嘅比賽呢都係有6個參加者，咁所以呢板位唔使改變。咁而家呢邀請頭6個出嚟，咁進行一次 random 嘅動作。係啊，3、2、1。OK， 好。就第二場初賽。OK， 好，咁之後呢就到 3AG 組嘅。3AG， 咁亦都係分開兩場初賽啦。第一場初賽呢係有6個小朋友嘅，咁所以版位呢係冇需要改啦。咁所以呢就只需要改返 3AG 先。初賽1，6個參加者準備，小朋友帶上板。好，之後1、2、3。OK， 咁就呢個就好多豬啊，好多豬嘅比賽。OK， 咁啊留意返呢，當我 copy and paste 嗰陣時呢，嗰個係數呢，參數會喐嘅，會跳嘅。咁所以呢，就係以我呢停低咗嗰一刻為準嘅。咁所以呢 copy and paste 呢，咁佢嗰個畫面係會跳嘅。咁所以呢，就以我而家停低咗 copy 嗰個畫面為準嘅。好，咁下一場比賽呢 3AG02 嘅，咁總共有5個小朋友比賽啦。咁我哋呢帶5位小朋友嘅版位開始。好，之後就嚟一個 random 嘅動作先。3、2、1。OK， 好，咁就呢度係啦，即係咁樣。我每次一貼，咁佢依個位置會跳嘅。咁所以我哋都以頭先個位置為準。OK， 咁啊 3AG 已經完成咗啦。咁我去到呢3歲嘅 B 組開始。3歲 B 組呢分開3場初賽。咁3歲 B 組呢係男子組嚟嘅。3B 組嘅第一場初賽。咁第一場初賽呢係有9個小朋友嘅，咁我哋個版位呢就要開9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係啦。咁9個位之後呢，之後開始將佢哋擺入去啦。好，咁呢又係進行一個 random 嘅動作啦。3、2、1。咁呢就將呢個小朋友嘅 result 擺落去。咁每次擺落去都係嗰句啦，都係會跳嘅。咁所以呢，以頭先嗰個 result 為準。咁第二組係有10個嘅。咁10個呢，咁首先 delete 咗佢啦。咁之後第二組啦，9、10，10個。咁啊我會將上晝同埋下晝嘅分開兩條片嘅。咁如果你係下晝比賽嘅話呢，咁你就去下晝嗰條片啦。
好，咁繼續 random 啦，3、2、1，咁就初二第2場比賽，咁到初三嘅比賽呢係有10個，咁同而家嘅版位一樣，咁我哋呢就初三 B 組嘅 ，OK，咁就邀請晒10位小朋友上板，好，準備 random， 3、2、1 ，OK。咁呢個 result 呢，我會好即係今晚盡快我就會將佢 update 咗啦，或者可能仲快過條片嘅。咁你如果真係想 check 翻條片或者想睇 result 嘅話，咁就可以喺翻條片度睇。咁3B 組嘅初1、2、3都搞掂啦，咁都去到3A 組，3歲 A 組嘅第一場初賽。第一場初賽呢係有9個小朋友嘅，咁我哋版位呢都係預留翻9個，咁之後呢，就邀請9位小朋友上板。好 ，random 做一次先，3、2、1。OK，咁就下一組就一組已經搞掂。好，第2組小朋友總共有9個都係，咁所以呢，唔使改變嗰個版位啦。咁呢，只需要改變個初二先，9個。好，做一個 random 嘅動作，3、2、1。好，咁就初二搞掂。咁啊，初三呢有10個，10個。初三先改翻做，好10個。好，咁做一個 random 嘅動作，3、2、1。好，亦都呢儲存翻先。咁就3歲 A 組呢就搞掂㗎啦。咁之後呢，跟住落嚟呢係到5歲組，5歲 BG 組。5歲 BG 組總共係有5個小朋友，咁將個版位改做5。BG 組係女子嚟嘅，女子5BG。咁佢係一場初賽完成㗎啦。咁啊，5歲組呢，咁就因為個人數有增加到啊，咁所以呢，本身係一組比賽嘅，咁你留意翻呢，今次呢分開咗2組比賽，咁到時比賽嘅時候呢，都會分開進行嘅。好，3、2、1，咁就好，咁就5BG，咁另一方面呢，就5AG 呢就係有4位參加者嘅，咁4個呢，就將佢擺翻4位啦。之後呢，呢度就將佢 copy AG 變翻做 AG 先。好，咁就好，咁就做一個 random 嘅動作，準備3、2、1。好，咁就好，5歲女仔組搞掂啦。咁到 5B 組嘅5B 組嘅第一場比賽呢，都係一場過嘅啫，7個小朋友。咁呢，就將個版位呢改翻做7個。咁呢，就5B 組開始先。咁就邀請5位小朋友上板。好，之後呢，就 random 啦，最後3、2、1，OK。
好，咁就將個板位啊上返嚟。好，咁就5B 組搞掂，之後到5A。5A 組呢就係5A 組今次係6個。好，將6個小朋友帶上板，好之後將進行 random。3、2、1。OK，咁就將佢copy 咗。好，將佢哋個板位呢複製咗佢。好，咁就5歲組都成個組別完成啦。之後呢，到6歲組，咁6歲呢就係男女子混合組嘅，咁所以男女仔一齊嘅。咁就6歲組啦，呢度唔寫組別啦。一場比賽完成嘅，咁我哋開返7個板位。好，準備。3、2、1。好，咁啊6歲組都完成咗嗰個簽啦。好，咁啊開到下一組啦。下一組係公開組、經典組、公開組，咁啊係7至到10歲嘅。7至10歲出唔到添，係啦，呢度寫啦，7至10歲經典組。咁就有總共7個小朋友啦，咁就將7個小朋友帶上板先。好，擺咗落去之後呢，進行 random 嘅3、2、1。好，咁就將佢記錄低。好，咁公開組都完成啦。咁咧到依家呢，上午嘅賽事呢，圓滿結束。咁啊，跟住下條片到下午嘅賽事。Thank you 晒。